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9号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有关步兵109里的卖毒案，2月已经被起诉，昨下晡头一届开准备庭，大部分的士官甲阿兵哥拢认罪。台中太平一间国小棒球队的教练性侵球员，教育局是记今年校长2支大过，现任的校长记1届升阶。气象署继续针对13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明仔载北部会降到8度以下，会寒到礼拜，后礼拜四又搁有一波冷空气。来看到军步兵109里去年发生卖毒的事件，2月14号检方起诉，昨下晡桃园地方法院头一届开准备庭，大部分的士官甲阿兵哥拢认罪。军方嘛表示讲尊重司法的判决，相关的人员嘛已经被处罚了。军营的门禁真严，陆军步兵109旅去年爆出一体卖毒的案，有4位官兵卖丧尸烟弹予其他阿兵哥，姓郭班长甲烟弹没收了后卖转去予阿兵哥。桃园地方法院10日下晡头一届开准备庭诉庭，真侪士官甲士兵拢承认犯案。觉得卖毒品这件事情非常不 OK， 而且他是军人身份啊，那我觉得这更不能去纵容，对吧？那我觉得民众也没办法去接受军中卖毒品这件事情。军人呢？对啊，更不可取啊，对。所以完全没有办法接受。没办法，觉得军中不应该。不要说军中，我觉得就算一般民众，我也觉得都不行啊。对，而且他又是一个军人，本来就要更自律啊。检方查到109旅姓吴的义务役人，去年6月中到9月27，前后卖烟弹予其他阿兵哥3届。姓詹的义务役人知影了后，献价予姓郭的班长，想甲烟弹没收，并无报起哩，然后以5000块私下卖转去，探出乌食乌一案。目前本案均已进入司法程序，本部尊重司法调查的结果。另外，对于相关涉案人员，均已依刑惩并行原则予以释惩。头一届准备庭，除了姓吴的男性否认家破病闪朋友，姓何男性否认恐吓，其他人拢认罪。法官当庭录制姓郭的班长加乌死5000块犯罪所得，交回来也阁有后续班，再阁分别通知开庭的时间。军方也表示，除了尊重司法的判决，相关的涉案人员也已经予因适合的处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去年的12月台中太平一间国小传出棒球队的教练涉性侵41个球员。教育局是记今年的校长2支大过，现任的校长记1届升阶。也不过人本基金会是批评讲，教育局冇管理的疏失，嘛应该爱负责。台中市太平区一间国小的棒球教练，去年底被查出性侵41个球员。台中市府10月开科协会议决议，前任校长记2大过，现任校长记1届升阶，要求校方处分历任校务主任甲体育组长等6个人。该负的责任要全人承担啊，就虚心接受。希望小孩子还有被害者的家属心灵上可以有获得抚慰，然后也希望这个事情不要再有孩子受害。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心肝宝贝，唯有机制完整下，才能彻底保护我们的孩子。如何让已经有犯罪案例的人不准进入教育界？请政府相关单位能够重视。前任校长讲会担责任，受害学生家长希望学校爱受保，防止代志搁再发生。市府强调，这个教练2019年到2024年咧学校教球的时，前任校长无查询无实证人员系统，只需有前科的教练继续教学生，违法经济重大。也若现任校长管理不当也有责任。人本教育基金会批评，教育局无要求学校查询无实证人员系统了后，爱回报有管理过失。那教育局呢？它只有提醒学校要勾起，它并没有要求一定要勾起并且回报。我觉得这个行政管理的疏失必须要检讨。督促学校，不管是新进任，或是每学期，或是每学年度，都一定要上这个系统去查询。查询完之后，那必须要回报教育局。教育局表示，未来要求学校请人爱确实查询完成回报。6个组长主任20日由校方调开教师成绩考核委员会审议处分，也若涉案棒球教练司法甲行政调查拢正在进行。公司新闻综合报道。
再来看台海情势紧张，咱的国军这礼拜展开小汉江战备的操演，早起伫桃园来进行战车炮弹操作的训练。伫台中演练主动设备的设置来要来提升部队的战备能力。另外，今年汉江41号的演习头一届是以中共2027年可能会拍台湾来做设定。国防部长顾立雄是表示讲，一寡新的武器、跟训练方式拢爱先检验。模拟开炮射击，官兵发挥团队精神，执行炮操训练。国军即时备战操演小汉江19进入第3天，采取状况引导，互部队对战场的环境未侵犯。两只 M109A2 接到指令，伫桃园进行阵地转移，实施战略保存、临战训练，对射击的流程熟手。阵地外口夜色50支枪扫，掌握敌情的动态。怪手甲肉粽架吊起来，伫海岸做一堵真高的壁。5日工兵群伫台中、甲南海堡，还有海堡外口的连外道路演练主动的设置，包含放降气球、抓北型的铁网甲鬼雷，模拟中国登陆了后应对对方的行动。国军透过小汉江的操演，提升部队高备战的能力。另外，今年重头戏汉江41号演习，士兵操演加陪做10天9暝，搁头一届以中国2027年可能侵台来暗算，加上无学地带的侵扰，引发关注。汉江演习本来就会设定一个可能往后1到2年，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警觉的话，那你容易万一真的有任何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的时候，你的这个备战这个没有办法到位。顾立雄强调，甘愿认定中国由演转战的时间缩短，用这来验证国军马上回应的能力。也若中国一天2届对台湾发动联合战备警巡，美国国务院批评中国无法无天、无负责，用词罕见真强烈。对这个国务院的回应也是第一次看到，美国国务院的回应，美国国务院这一次讲的比较重，真的比较重，用这个所谓明目张胆且不负责任。也若畅水南国造的海鲲号并11月交南，敢会当如期伫4月初1海测。顾立雄回回讲，天港的测试欠点该修正到位，安全无疑虑才会到后一个阶段。目标有关按算计划4月之间投入海测。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国发会今仔日立法院报告，朝野拢正关心台积电去美国投资，敢会造成关键的技术甲人才外流。正做台积电董事的国发会主委刘景清是表示讲，伊相信台积电会做好风险的管控，嘛袂烦恼讲人才会外流。伊认为讲，咱台湾企业国际化是趋势哦，嘛会相信台积电有能力行向世界。台积电宣布伫美国增加投资，引起外界烦恼。台积电恐惊会变做美积电。在野党立委表示，国发基金持股台积电6.38%，敢若去年第3季股利收入247.9亿，对台湾的经济贡献袂小。台积电的技术领先性是竞争力的关键。台积电相信上关键的技术，真正敢袂过去美国。你认为，在台积电赴美投资 N-1就能够保证保护台湾的角色地位吗？台积电在南京设厂20年，它没有任何机密外泄哦，它没有任何机密外泄。反倒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公司反而有控告一些员工把机密带到对岸去，所以机密会不会外泄，完全在一家公司的管控。甚至执政党立委也烦恼，因应台积电需求，部分半导体供应链也会前进美国，敢会造成台湾供应链外移出走的现象，甚至台湾人才流失的问题。您担不担心台湾的人才已经面临不足的状态，会不会又被磁吸过去，一窝蜂的全部往美国跑了？我们跟台积电本来就有沟通，然后那台积电的做法是这样他一定要用台湾的人才跟台湾的技术，因为他们告诉我的说是台湾人才是最好的，所以他每一个最新的制程一定在台湾。国发会主委刘景清强调，回答来台湾设点未变做台湾回答，也未将关键的技术来泄露。未冷等企业来台几啊年也拢同款，所以相信台积电有能力保护家己，也爱支持台积电前进全世界。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针对核弹的议题，立法院今仔开公听会，支持核弹的学者是认为应该放任核二厂甲核三厂研议，会当来减少台电的亏损。为伫屏东的核三厂，当地现存镇长嘛表示支持哦。也毋过，反核团体是质疑讲，目前要放任核电研议的修法版本，拢无顾到安全的问题。国内核电厂若要研议，必须要先修法取消申请期限。而且国民党立委葛如君举行公听会，收集各界意见。支持研议的学者会前受访表示，核二、核三厂适合推动，而且只要开2年，就会让电客运转，弥补台电的了钱。提供出来的电力呢，就可以足以让台电1年内赚进超过600亿元，4000多亿的累计亏损，很快几年内就可以把它打平。要开几年来电客呢？核安会进行评估，大约3到5年。不过核安会表示，电客唔拿爱重新做安全的审查，佮爱解决用过燃料的问题。不论除役或者延役，干除设施必须新建启用，才能接续相关作业。核1、核2用过的燃料池接近满池，核3的空间大约会当佮提供运转4年外。核3所在地恒春，镇长表示，当地民意支持核3研议。安全是第一的考量嘛。那不担心那个核电机组已经很老旧了？这个没有问题吧？因为其他的国家，欧美先进国家也有延役到60年的。但款团一期现有修法版本，恐惊会没收核安，放任安全无咧顾。前置时间呢，把它给阉割，或者是模糊化。那我们看来呢，这些修法版本是形同修法没收核安。款团呼吁支持核电的人放手，强调3座核电厂拢有活动前通过，那研议以后拢爱正行行来过生活。进前表态支持核电的核塑董事长童子贤是以鸦片娱乐的方式，强调核电稳定、占地细、无排碳等因素对台湾真重要。公司新闻林俊梅、夏基文台北报道。立法院最近在讨论要开放劳工7天假，劳动部的处长李建宏是讲到，之前讲到讲有真侪劳工忙讲加加班、加赚一寡钱哦，这款的讲法引起真侪批评。劳动部长洪胜汉今仔是表示讲，劳动部的立场哦，当然是无希望劳工定定加班，忙讲会当来提高薪水，改善工课场的环境。劳工工时的议题不时拢受到讨论。根据劳动部的统计，台湾2024年年度总工时达到2030点钟，是第4年连续增加。不过，立法院顶一日讨论劳工高工时，原底和劳工休的7天假搁改回来的可能性。劳动部处长李建宏说讲到，真侪劳工拢希望加加班、加赚钱，这个讲法是引起讨论。劳动部长洪胜汉19去立法院质询，立委一直咧问劳动部的态度。敢是希望劳工加加班？李建宏却说，很多劳工希望多加班赚钱哦。部长，我想要先请教你哦，这个次长的立场，同时也是你的立场吗？部分的劳工，他可能因为他的薪资比较低，他会期待用加班的方式来增加收入。劳动部也一直用，比方说提高最低工资的方式，希望能够协助劳工。因为立法院去年年底参透通过就业服务法的修正案。开放80岁以上的集会人，免经过审查，就会当申请外籍看护，已经伫1月份公告，嘛直接冲击同情家庭申请外籍看护的权益。因为你常在媒体上会讲到说，需要6个月以上待配套完成才可以发布实施。我想知道说，最快您会需要多久？我们现在在做的配套，主要是要来怎么确保重症家庭他们能够找到相关照护资源的权利，所以我们会设计一个双轨的流程。我懂。洪胜汉接受媒体专访，讲到劳动部的预算去用删除甲冻结，影响到请育婴假、留职停薪、薪水补贴的讲法，嘛引起立委的质疑。针对这点，洪胜汉讲，伊是讲了唔对去，强调是有影响的，是产检甲陪产检休假薪水的补助。公司新闻台北报道。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气象署继续针对13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明仔北部的温度会降到8度以下，会寒到礼拜。气象署表示讲，后礼拜四，阁有一波冷空气落南，嘛是阁会真寒。
天光时，合欢山规片白茫茫，2台吐土机赶紧出来吐瀉，因为合欢山土骹积雪已经到11公分。除了山顶冷机机，白地嘛是同款。拜三透早，新竹关西干那4.2度，北部温度伫10度至18度，中南部12度至22度，东半部14度至19度。不少地方都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因此在新北以及基隆都有出现6度附近左右的低温。气象师表示，拜四冷气团会减弱，各地开始慢慢回温。不过早暗温差也是真大，会差到10度。真正变热是礼拜到后礼拜2这段时间，到时高温会来到30度。从明天礼拜4开始，一直到下周，整体的气温都是逐渐在回升，以每天回升1-2度到2-3度的状况。到了周日之后，尤其到下周一的初期，整个天气形态就又会回升到比较温暖的一个状态了。不过，气象师表示，这只是暂时的回温。气象师提醒后礼拜4还有一波冷空气落南，强度搁咧观察当中。记者陈亚轩、柯敏哲台北报道。台北市比特犬咧最近连续2届跳出车窗攻击骑奥多拜的民众，一只狗仔已经先互市政府抓起来，也毋过阁还未找到领养人。伫2021年，伫新竹甲屏东拢嘛发生比特犬咬死人，这2只比特犬经过长时间的训练甲照顾，目前因伫新的环境状况拢真稳定。台北市的比特犬 Lucky 因为2度跳出车窗攻击骑机车的人，互台北市府没收。外传嘉义原本有民众想要领养，却阁反悔。面对 Lucky 后续处理，市长蒋万安19透早无明确的回应。产业局会做一个详尽的评估啦，所以昨天也就依法没入。Lucky 互饲比特犬的议题再度引起关注。根据了解，比特犬对2022年开始列做禁止饲也是输入的动物。目前全台列册管理的比特犬总共3974只，以高雄市502只上多。皆为个人饲养，也都是依规定在112年2月28日前完成登记在案。目前本市收容所既有收容11只比特犬，接受到妥善的照顾中。封关伫人爱尖叫一直叫，新竹甲屏东县2021年拢捌发生比特犬攻击死亡的事件。新竹县比特犬尖叫互没收的时阵，完全未亲近人，但伫训练师长时间训练之下，目前由屏东一间狗园领养，已经会使饲甲摸。看到陌生人的反应都是属于警戒状态，所以它是一只非常好、非常护主的一只狗。对，所以但是它就是对其他人有攻击性。所以变成说，你要饲养这种狗是非常具成本。捌驾驶囡仔的屏东比特犬索尔，经过台湾爱狗人协会观察，发现伊其实真亲人，真足选领养人了后，奉送去台北，个性变了真稳定。有攻击记录的狗，伫用心照顾之下，变了温和亲人，嘛显出主人照顾管理甲训练的重要性。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台湾对2022年3月1日开始，就禁止进口，嘛禁止甲买卖新饲比特犬违法上济是当罚25万，狗仔卖红掠起来。农业部是强调讲，即马相关的管制已经有够，重点是主人带狗仔出门，应该就爱遵守相关的规定今仔解破新闻，咱就请职安为咱来整理这几档来，咱国内对比特犬相关的管制。是主播解破新闻，我是职安，继续来关心比特犬跳车窗去咬人的事件，这是引起社会关注。台北市动保处是认为讲，这届比特犬连续2届拢冲出咬人，嘛代表讲这饲主是无法度甲狗仔管好势，狗仔就爱甲强制甲带走。那经历最近这几年比特犬咬人的意外。敢若伫2021年下半年，就2个人去假死。首先是伫10月新竹县一只比特犬假死饲主的朋友，这个饲主嘛去用依照过失致死来判5个月，会当假追2年。因为这只狗仔是去用强制带走，一直关到去年底，才找到屏东的一间私人狗舍愿意来代养。另外一件是发生伫咧12月，一只比特犬伫咧屏东县是驾驶厝边的囡仔，这饲主是共款是依照过失致死来上班，狗仔是先送去屏东县的中途之家，然后才找到台北的主人家愿意来代养。咱而且都要特别来注意讲是安怎是讲代养，唔是领养呢？
事实上，伫咧农业部2022年3月初1开始，就公布比利肯的禁令，讲禁止养饲、禁止进口，嘛关制来拍种。这意思就是讲，全国所有的饲主拢得爱强制来登记，包括讲你饲的所在，若是这中途有买卖甲转手互人，这狗仔即马是生也是死，就拢爱来报备的。也就是讲，目前全国敢若是有指定人有登记的人，才会使来饲比利肯。因若另外一方面，若是这比利肯有商人向强制带走的，即马这狗的所有权都要归户这地方政府的受用单位。因为即马目前这法规限制，都袂使来开放领养，嘛是要限制有饲过的人才会使来代养。这代养其中的政策，也就是讲，这只狗仔袂因为是你饲的，就算是你的，也是爱归户受用单位。毋过，若面对这种比利肯的攻击事件，法律的规定也是咱最后一对防线。主管单位是毋是会当提供正确养饲知识，甲饲主敢是会当担当会起这教养狗仔责任，这也才是有效来减少比利肯家人事件的关键。以上也就是今日解剖新闻，从镜头到登去主播。感谢这安哦，咱继续来关心讲，这2天，敢若台北市就发生300件民众互公车门夹着伤的事件。到这里暗时哦，有民众伫中孝西路上车，互车门夹着，互警方拖要20公尺，手甲骹拢着伤哦。客运会失的，也毋过伫发生意外迄时，驾驶无等警察到现场，就把车驶离开现场。警方是以无依照规定来处理，上济是当罚3000块。这个着伤的乘客嘛表示讲，伊会考虑看敢要提告。路边的民众看到是真紧张，伫咧路边一直咧摇手，因为因看到一台公车车门去夹到一个查某人。不过，这个司机驱动时并无停落来，是向头前直直驶。手翘、正骹甲骹床，几个所在拢有着伤，裤嘛破真大孔。代志发生已经过真侪天啊，这个着伤的民众到达也是感觉真惊吓。左脚还踏上踏板，公车司机就把门关上，然后加速我的脚。我整个人躺在地上被他拖行，是有点阴影的。会有一段时间不太敢搭公车。这个公车门夹着人的事件，伫台北车头外口，17暗时8点外，一台3中客运驶到中孝西路，乘客还未上车，司机就关门驶行，车门去夹着乘客的裤脚，去互车拖尾20公尺。驾驶当下查看后未留置现场时。涉案的司机讲，有等甲乘客离开才驶走，所以警方初步研判，并无涉及肇事逃逸。不过，无留伫原地所在等警察来，涉嫌无按规定处置，会当罚1000块至3000块。甚至这个司机夹着人了后，还阁无通报。经过警方的通知，客运的业者才知影。驾驶长行车疏失，本公司感到非常抱歉，处以召回、辅导告诫外，另也会依规行政惩处。台北市公车车门甲民众夹着伤的事件直直发生。2021年是204件，2022年有254件，最近这2年拢超过300件，短短4年直头增加至少1.5倍。即个佫发生同款的案件，涉案的客运业者答应会赶紧安防止夹着的系统。不过台北市公运处统计，市内所有的公车目前有安的无甲一半，若要全部拢有安，就要等到2030年。公司新闻台北报道。行政院已经准代替公司的董事长杜美辞职咯，做到3月20。早起杜美伫一场活动哦，佮再强调代替安全改革需要继续拍拼。代替产业工会嘛望讲，新的董事长会当继续来推动改革。庆祝5一劳动节甲模范劳工表扬大会，代替员工真欢喜向台下家属握手，A 定进入会场，气氛真温暖。服务40年的代替首任董事长杜美，最近因为人生的规划来请辞，透早伊出席活动也正式消息，任期到3月20。接下来会由交通部的处长吴胜元暂时代替职务。那包括我们新车进来以后，我们对于新车上线的这些安排，那其实这些工作都有点复杂性，哈，但是我都顺利完成了。杜美表示，40年的岁月无遗憾，不过代替产业工会发声明指出，3年的董事长任期，杜美敢若上任1年就死掉。目前新进的从业人员犹原无法度领危险津贴、地壳加急甲夜间的津贴，
留下代替公司化一大堆问题，希望新的董事长未来推动有感觉的改革。相当多的这个政策，以及还有诸多的我们认为是烂账的这个就是制度问题，并没有在这个杜伟董事长的任内有所解决反而是这个甩手去丢给后来的接下来可能要接任的新任的这个董座。代替最近向交通部提报，希望争取公司可行列价顶，替员工争取2个月可协奖金。不过代替公司挂牌的第一年，小巴亏损达要138亿，去年的行车事故要1000件以上。其实我们不是不努力只是说在政策上面里面，以及在所有的一些设备的经费都没有到位之前。真的是不能用这种方式里面去执行啦。杜比特别卸任，不过也强调代替安全改革由原来一个接一个。代替省港呼吁，新的董事长应该继续重视维修料件物管系统的建制，并且定期针对有的业务检讨甲体检，才会当解决员工高利贷、假报道的问题。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最近这几天真侪家长小济要甲囡仔送去私立的国中去考试的学生是差。全高中是呼吁教育部爱赶紧修私立学校法，改变私立国中用分数甲考试来提选学生的现象。这几年来，国小考私立国中的考试，也就是大家接讲的小六基本学力测验，吸引侪学生去报考。全高中拜三召开记者会，表示烦恼。以市中因要来选择啥学生为主体，所以你必须讲，若要去的时阵，就爱看因要考啥物货，你就爱去准备啥，参加啥营队，安尼对囡仔的正常的学习，甲家长安尼拢无公平啦，因为伊就爱开出一个时间去处理这个部分。全高中表示，大家小钱要去读私校，学校用成绩来做提选的标准，甚至有部分私校会用特色营队的方式来拣学生。全高中认为，若要确保国民教育的公共性，无应该是用精英教育的方式来办学。全高中也强调，目前社会风气有万用升学率悬，就是好学校这款眼光来选学校，失去教育真正的精神。是认为，升学率高的才是办学好的。教育它应该是一个历程。我们不要片段来看孩子的表现比如说他国小一定要表现怎样，国中一定要上什么学校。全高中呼吁教育部爱修正私立学校法，规定私校无应该爱用学历测验赢对的名目来办入学的考试。针对报名要读的学生，通比照公立学校办理电脑抽签上台编班。教育部是回应，为着要避免私立学校以考试提选学生，目前有部分立委也提出修正私立学校法第39条甲第57条条文，建议公平抽签，确保教育公共化。教育部是表达支持。记者张家佳、贾桂玲台北报道。来看小数，今仔公布去年10大违规的广告，大部分拢是因为强调医疗效果甲生理功能，其中连续2档拢违规的一款固骨头的健康产品是罚款上千万，广告的代言人桂子钿嘛罚款216万。113年度在所有的食药违规广告里面呢，裁处的件数是8006件但裁处金额是3亿7765万元。那相较于去年112年这个裁处件数是10526件降低了这个2520件这个我们看了一下我们应该是在我们113年食药署做了一个广告处理的公式，裁处的公式就把这个广告的情节跟代言的状况纳入计算最高可以乘以3倍所以有达到了一点吓阻的效果啦。烦恼民众的防骗小数是有设置违规食品、药品、化妆品广告民众的查询系统，甲食药碰风广告的专区互民众要买物件的时，会当先去查看卖的。再来看有新的护理人为着要减轻腹肚相当的负担，会使用一款甲腹肚紧起来药带。一寡人囡仔生了会上网络去拍卖，也毋过卫生局是提醒讲，这款物件算是医疗器材，一般的民众是袂当买，若互掠着是爱罚100万。
甲托付袋包伫腰边，互巴肚袂遮尔重。真侪有心的妇女伫咧后期，囡仔愈来愈大，行路行动拢无介爽快，选择用托付袋来减轻负担。真侪人生了后无想要浪费，甲托付袋伫咧网络里手拍卖，但是卫生局提醒，这已经违规，恐惊面临3万到100万的罚金。那如果说他是在网络上去 po， 那就表示说他有贩售的一个意图，所以这样子在医疗器材管理法里面也是不行，会违规，那至少会处罚3万块以上。市府表示，托付袋属于医疗用的束带，需要有医疗器材商也是药局资格，才会当按照医疗器材管理法的规定来卖。甲喙暗、耳温枪、OK 泵同款，不管介绍关价，一般民众拢袂当随意来网络拍卖。真的吗？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其实一条托付袋不便宜，那我们用的时间也没有很长。耳温枪可能会，但是口罩不太会，因为我觉得那毕竟是有安全、有卫生的问题。市府提醒，不管虾皮还是面册等网络平台，无销售资格民众，只要放相关产品的相片，就可能互认定有要卖物件意图，爱细腻唔通犯法。若无想要浪费资源，嘛建议私下送互亲友。公司新闻王刘婷丹、hen坤cường报道。来看香港的基本法23条的法案实施要满1档咯。在台湾的香港人是指出讲，香港政府唔拿监控香港民众的言论，嫌伫海外香港人若发表争议的言论，因的亲戚朋友卖互问话。因是呼吁台湾甲国际社会都爱采取行动，共同来守护自由甲人权。反对香港国安恶法。香港基本法23条施行要满1周年，毋但造成香港境内自由受限制，在台香港人讲，也有真侪伫外国的香港人，互人跨境镇压，亲像捌发表过争议言论的人，伊的亲戚朋友可能互人叫去问话。我们在台湾，我跟一些朋友在念书上面，我再去留言，在他的念书公开留言，然后他再过几天，他就国安局打电话给他，问他你跟我是什么关系？跟富通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他会在你的脸书上面留言？这关心香港议题民间团体拜三召开记者会，指出即摆香港政府甲控制香港人的手存到境外，影响流亡伫海外的香港人，亲像骚扰因伫香港的厝内人甲朋友，透过国安公司施压等等。在台湾的港人都已经提到了所谓的跨境镇压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在此要呼吁台湾政府应该要针对跨境镇压的议题，拟定相关具体的因应措施，以确保在台湾的所有人都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受到任何的人权侵害。有立委也出席记者会，声援香港政治犯，还有批评香港的跨境镇压手段，伊呼吁朝野政党拢应该谴责香港的基本法23条。民间团体指出，因所落来也会透过街头宣讲的方式，让更较侪民众知影香港即马拄到什么问题，关心香港的未来。记者郭文成最由台北报道。即马假消息问题真严重哦！今仔公司就办一场事实查核国际研讨会，邀请日本 NHK 记者来分享因面对假消息是安怎查证，那么做伙来了解。当记者报道一场大地震，其中有偌济消息是假，社会大众又阁有偌济风骗。日本 NHK 记者伫台北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中，2024元旦日本能登半岛地震造成重大死伤。X 上为着要增加广告流量，所滥发大部分的流量公司将真实的信息砍掉。But we have to divide opinion from facts. We have to show that what we are doing for finding the facts, so that public can trust media like you or us. 今日在兵库县离事选举涉嫌霸凌的政治事动选，记者采访调查和报道的资讯会当愈真实愈好，发现多方的查核是真重要。Using tools is not enough to find the facts, real fact. We have to investigate it. We investigate and maybe call to the experts and call to the government officials or somebody who is very familiar with the topic. 另外 ，AI 查核目前功能由原来优化，真侪信息真假辨识，由原主要专家学者亲自说明。当然，上重要也是媒体记者本身一直强化家己的专业能力。
党本身都是高度风相信的权威媒体，报道的内容自然有够分量，都会互大众来相信。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新闻来看，昨美国总统川普甲罗西亚总统普京通话90分钟，罗西亚同意讲暂停攻击能源设施30天哦。白宫声明表示讲，罗西亚甲乌克兰的领导人拢同意对能源基础设施开始停火，新的和平对话正紧就会开始。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表示支持，也毋过伊认为讲停火谈判应该嘛爱互乌克兰做伙加入讨论。伫咧美国总统川普甲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了，克里姆林宫发声明，普京讲俄罗斯甲乌克兰要解决冲突的关键条件是支付的外国军事援助加情报提供要全部拢停落来。对川普所提出的俄方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暂停攻击30天做出积极回应，也已经对军方下令。美国总统川普伫咧真实社群答文讲，甲普京的通话正顺利、正有效，也讲若是当初伊连任，这场战争就袂拍。另外，白宫也发声明讲，中东正紧就会开始新的和平对话。Which on both sides have been suffered severe damage over recent years. And then from there, the U.S. plan to extend to targets in the Black Sea as they try to rebuild economic corridors. And then finally, a final complete ceasefire. Real test is going to be, does this sort of agreement in principle actually materialize? 伫美俄领导人通电话了，18访问赫尔辛基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对美俄谈停火，乌克兰无参加无啥欢喜。Знали всі ці деталі, щоб партнери проговорили з нами, тому що в цій війні дві сторони – Росія і Україна. І без України домовлятись, мені здається, безрезультативно. Будь-який час у нього є там телефон, немає питання, ми готові, проговоримо з ним наступні кроки. 美俄通话时阵，也佫讲到，川普支持普京的想法，就是两个国家可能会当拍一场冰球赛，会当伫美国，也会当伫俄罗斯拍。这段克里姆林宫的声明有讲，不过白宫的声明内面是无讲到。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美国国家航太总署 NASA 两个太空人去年6月去太空执行任务，本地只按算要停留8日，却因为太空船出问题，无法度回来。伫台北时间今仔早起7点才坐 SpaceX 的太空船回来到地球，结束因9个月的旅程。And splashdown, Crew 9 back on Earth. 原地8天的任务刷到伫国际太空站有超过9个月。美国 NASA 太空人魏摩尔甲威廉斯总算回去到地球。Now here on your screen we can see dolphins actually who want to come and play with Dragon. 魏摩尔甲威廉斯佮另外2名太空人，总共4个人，伫台北时间18下晡1点左右，坐 SpaceX 乘龙号太空船脱离国际太空站。17点钟外了后，也就是19个透早要7点，因成功回去到美国不久泰拉哈西海岸附近的水域。虽然暂时无啥会当行，需要边仔人协助扛起冷桥。不过，两位太空人的身体看起来拢袂歹，佮真欢喜，笑咧对镜头比赞。刷落来，因会互再去德州休斯顿詹森太空中心体检佮观察，若阵一切拢好势，几工了后就会使回去厝。2014年6月，魏摩尔甲威廉斯坐波音太空船乘坐飞机号上太空，伫对接国际太空站的时，发现有氦气漏泄、甲推进器各样等等的问题。经过评估了后，决定让2个人暂时留伫国际太空站。NASA has decided that Butch and Sonny will return with Crew 9 next February, and that Starliner.will return uncrewed. 到安尼，魏摩尔甲威廉斯伫国际太空站过感恩节、耶诞节甲2025年的跨年。Our crew up here just wanted to say Happy Thanksgiving to all our friends and family who are down on Earth and everyone who is supporting us. Welcome to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as we get ready for the Christmas holidays. 这段任务超过国际太空站太空人平均6个月任务时间。魏摩尔甲威廉斯总共伫遐286天，不过因还未拍破美国太空人卢比欧371天的纪录，因为卢比欧也已经伫2023年安全回去地球。
但是，伫美东的环境生活被9个月了后，登去到地球则是太空人考验的开始。因为伊的骨头、筋膜甲平衡感拢要重新适应，规个过程可能需要大约2个月到3个月，才会当完全恢复到上好的状态。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来看澳洲南澳省一个真出名冲泳的观光地区为品甲，最近海水龙石坡，阁有真侪死鱼仔，有一寡游客嘛身体无爽快，会扫会脑后痛。当地环保官员是认为，可能是气候异常、水草分解产生的毒素，详细原因爱个调查。澳洲为东部甲南部的沿海地区，未少海捕拢是爱冲泳的人的上爱。毋过南澳省维克杜港附近的维品甲，顶日出现画面上即种不明的白色泡，达到数百公尺的海捕，除了歹片的臭味，也阁有海捕顶不时出现死亡鱼类等水产动物。根据澳洲 ABC 电视台报道，南澳省政府的农渔业甲渔业发展局初步调查结果，排除有大规模传染病造成鱼群死亡的可能。另外，水产动物的死因，主管单位认为是甲水中的盐分甲含氧量等因素有关系。环保局是将目标指向海中的微海草类的食物。The foam is generated when the microalgae starts to break down. The swell has increased since Sunday. And so that action is breaking up the algae, and that causes the foam. Thinking that it is at the moment is a bloom of microalgae, which has been driven by a long, hot spell of very fine weather, low winds and low tides. So that's generating the conditions ripe for a bloom of microalgae, and some of those can impact on fish and also anyone who jumps in the water as well. 毋过有不少游客事后伫 IG 顶社群网络普遍指出，因其实拢还未落水，就出现继续咳嗽、脑痛、目睭痛等症状。澳洲 ABC 电视台引用省府卫生局的话讲，海草类引起的有害泡，确实可能引起呼吸道相关症状。那管理这个环境，佮用清洁的水来清洗，都会当得到缓解。受到有害泡的影响，维克多港附近的几个海捕目前暂时关起来，禁止游客进入。详细原因由有待调查。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来看台中新品苏北控卖场，进前通报讲有一个妈妈带2个查囝踅街，因方怀疑讲破坏翕相大纸的机械，母囝拢互带去派出所。后来发现讲机械根本就无歹哦，警方的处理方式嘛引起真侪批评。今仔台中市警察局的局长李文章各讲各讲，主管是记先改2改，处理代志的警察记先改1改。违反了我们处理刑案的相关规定。所以代班的员警经过调查的结果，合予申诫2次，另外2名协勤的员警各予申诫1次。那2位实习生，因为他们是见习的身份，这个部分并没有不会做惩处。另外在受理案件的部分，没有开立报案3联单，也合予申诫2次处分。台中市警察局局长李文章嘛要求讲，爱甲即个的事件来正做案例，未来嘛会加强警察的教育训练。再来看婚林的农民有真侪人拢翘倒摆，后壁是挂放仔车来载菜赊，这是真危险哦。警方嘛表示讲，这款违规的状况是当罚600块，嘛呼吁农民都爱来了解载菜赊相关的规定。农民骑奥多摆，后壁佮拖3台车，规个人摇摇摆摆，看到心会惊。有民众最近经过婚林西犁到启东主要道路，甲安尼画面翕落来，连在地农民拢讲，确实真危险。你个从拖车就好啊，等我到时爱掠足大，啊你拖3台嘛，等于你长度较长，就是到大嘛爱掠较大，有人是较会倒落啦。有在地农民表示讲，西犁、利润甲启东主要是种菜的生活，不少农民为了方便会拖车甲这些菜再去市场买，通常因为安全就加拖1台。不过警察表示讲，像安尼用奥多摆拖车载菜赊是已经违法。应依规定，载运物品影片中妇女骑乘机车违规互挂3辆小板车。除以造成骑乘过程中不稳定而发生交通事故外，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31条第5项，机车负载物品不依规定
最高可处驾驶人600元罚款。警察表示讲，若要用奥多麦载物件，细只的袂当超过20公斤，普通的袂当超过50公斤，也重型的袂当超过80公斤，而且车尾部分对后轮开始算袂当超过半公尺。呼吁农民若要骑奥多麦在菜市就要下规定，才袂造成交通意外。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有民众发现讲，宜兰苏澳北滨公园的凉亭是危楼，其他的设施真侪嘛拢歹去咯，实在是真危险哦。公所表示讲，因会来提出计划，向中央来争取经费来维修。翘起来，2片哈。大地观景平台会当看到茶帮拢已经翘起来，会当看海的椅啊、手花嘛无去。公园内底的凉亭啊，有用封锁线围起来，因为已经是危楼。内底还阁会当看到牛条已经有必顺。也若即个出流笼竟然是洗石仔的，表面是粗夹夹。宜兰若一个溜落，裤清在拢破去。宜兰苏澳内壁海沙坡仔边仔的北滨公园，去用即期有真侪设施拢坏去，嘛无咧维修甲管理。怎么放了啊？本来呢就是要我在我来帮得来几个月啊，好强啊！甲凉亭啊围起来封锁线已经褪色，会当发现这设施无修理甲保养已经真久啊。民众认为讲北滨公园是苏澳观光的胜地，无分平常时啊也假日，游客拢真侪，甚至会有真侪外国的观光客。这些设施若拢无修理、无保养，可能会影响观光的形象。这些东西应该都要尽快、立即的来做一些处置，然后来避免说群众可能因为来到这边游玩，或者是不小心踩踏到的时候，避免这些可能意外的情况来发生。北滨公园目前是苏澳镇公所咧管理的，当地东北角风管处原底有提计划要修理，不过因为甲地方无共识，就安尼放互伊去。这个设计已经好了，那现在就是讲。这个要跟东北角争取，而我们也透过立委已经跟东北角大概有个默契了。镇公所表示，针对凉亭啊甲观景平台的部分，已经提出工程设计，按算要向东北角风管处争取差不多2000多万的预算，要来修理。因为公园内底其他的设施，公所会家己边预算先做改善。公视新闻宜兰报道。来看台东市海滨公园附近的荷花，最近是真侪人来遮甲顶头有味道的石头啊翕相。公所是表示讲，这是在地画家向市长来建议，讲想要互海滨公园的景观有一寡变化，民众是真肯定，那么做伙来看卖。台东市海滨公园海花对几啊公里的荷花大石头，不过最近游客行咧，脚边就看到彩绘石头，有海龟、云霸甲鸟头鸟等装备的图样，拢总有7粒，放伫大石头堆内，爱像找宝共款才找得到，也有贴石头，游客感觉神奇佮神秘。我会感觉介神秘安尼石头。系啊，即有人看有可能伊贴啊安尼，很漂亮啊。不错啊。不过，荷花大石头是地北河川分署主管海花范围，并无鼓励民众采绘。不过，台东市公所表示，是在地画家提议海滨公园游客多，不过大石头景观无聊，希望采绘增加吸引力。画家就先来画这几日，可能吸引游客眼光。市公所今年会甲地北河川分署合作，佮邀请多位画家来画。时候啊，老师说可以把我们的海滨公园做得更活泼一点，然后让民众来这边可以有一种寻宝的感觉。然后我们就做了几颗石头的彩绘。市公所表示，目前当咧甲地北河川分署讨论彩绘石头的活动，强调会以环保的色料彩绘，增加景观也兼顾环境。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为着要让偏乡的囡仔有机会来接触世界级的艺术作品，公达文教基金会是提供高雄永安的卫星角色28位伫学校来展览，学校佮鼓励学生囡仔用台语来了解这个话，那么做伙来听看卖。这幅图已经5000几张啦，是爱情几种内帮忙的目标。导览员用台语甲大家了解这幅图的特色甲创作理念，不过要甲一寡艺术专用的技术用台语顺顺讲出来，不是遐尼简单的代志。高雄永安的卫星国小是去年7月开始推设这个计划，拢总28世界艺术大师的作品。囡仔对了解贵族去美术馆看人安怎导览，一步一步学习，其中讲台语是上大的挑战，因为囡仔甲老师会当讲是对零开始。你较早是台语完全了讲晓？对。就无敢讲，讲啊，就无好听。即摆咧，有进步啊，进步。我讲台语毋是讲的遮尔好，妈妈拢一直甲我笑，
即马我就是参加即个活动以后，我感觉我讲台语有较好啊。伫迄阿公阿嬷的身躯边，围伫遐一直问，即句安怎讲，迄句安怎讲，然后伊感觉即个亲情间的互动啊，然后佫足有趣味的。卫生国小全校只有9班，学生人数172人，这摆选出8位学生做导览员。校长讲，透过活动，伊希望技术毋但是进入校园，佫会当带入社区，所以伊嘛有予囡仔去乐龄中心甲时代导览。这款互相学习的方式，毋但培养囡仔自信，时代也得到陪伴。惊这时代听无，所以咱这个囡仔吼，多透过这个活动，会当含厝里的爸爸妈妈哦，甚至请教这个阿公阿嬷，要安怎讲呢？应该听有。将语言的推广结合艺术分享，卫生国小的活动，毋但互囡仔认捌到世界名家的遗作，也个台语得到传承。记者柯家做柯朝阳高雄场报道。捏面红仔即嘛是愈来愈罕见，嘉义县德克文化及艺术基金会就特别邀请捏面红仔的师傅来办展览哦，伊是捏遮济上时间做的造型，那么做伙来欣赏。一身大细拢无共的红仔，有传统的题材，嘛有网架的造型，甚至有的佫亲像布袋戏会当摕来人，这拢是手工捏出来的面红仔。来参观的民众讲，甲较早的面红仔拢无共，感觉真新鲜。我即马有要捏，教人捏红仔头，红仔头做好了，咱会使去找衫，吼来甲清理了，咱会使画咱家己喜的。颜色，好人看到是安尼活隐活现，尤其在他的眼神方面，他表现的跟其他的捏面人老师真的是不一样的地方。老师表示，传统的物件需要创新，才有法度吸引民众来认捌，带动传承的机会。嘉义县德克文化艺术基金会讲，举办这个展览，嘛是希望让少年朋友会当来认捌这项传统的技艺。80年代以后。咱这个塑胶玩具的普及，搁进入2000年之后，我们这个数位及3C 游戏的这个普及，变做讲咱这个传统技艺面临着失传的这个危机。囡仔若有介意来，我拢我都教，我拢教囡仔介意捏的物件，小朋友伊介意学，愿意学，原则来教，安尼我相信，阮捏面人。捏面红仔这个行业有法度慢慢传落去，较袂互伊失传去安尼。加强80件的作品，每一件拢有真侪幼路的细节。老师讲，以前的材料较软，佫会生菇，毋但一寡动作做袂出来，佫扛袂久，所以伊毋但题材创新，材料嘛做改变，要互传统的捏面红仔找到佫较侪传承的艺术价值。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看表演哦，不一定爱去剧场，也是艺术中心。伫法国巴黎大公园都设剧场和剧团来表演，嘛，后面就会当真简单哦，伫生活中拢通接触艺术。伫咧法国巴黎，这个充满文化艺术的大都市，在这款大型公园内底，通常拢有一个剧场。像讲，若伫咧拜三下晡，这个小学一个幼稚园囡仔下晡无课的时间，真侪家长就会带囡仔做伙来看戏。戏台顶主角偷偷啊拍开朋友的箱仔，结果有鸟鼠走出来，为着要甲掠起来，伫列车现场的囡仔甲伊当吹。剧中用大量的互动，互大人囡仔看甲真有趣味。表演者 Andrew 表示，巴黎因为市政府的支持，互表演者通用真低的租金，细公园内底的剧场空间演出。伊认为这是一项真重要的政策，民众来到公园就通接触到艺术。Alors, ils permettent d'avoir ces théâtres dans les parcs. Il y en a une dizaine et ça appartient à la ville de Paris. Et on essaye de moderniser de temps en temps. Et comme ça, les parents sont contents que leurs enfants voient une vraie pièce de théâtre et pas que des écrans. 演过台湾布袋戏国宝李天禄，伫咧1970年代在台湾教过一批法国的学生，后来李天禄慢慢到法国开布袋戏工作坊，所以 Andrew 的老爸菲利讲，都是迄当时接触到台湾的布袋戏，后来毋但改良红仔做卡，加入法国传统舞的布袋戏武打动作，嘛伫咧戏台顶的布景加入家己的创作，互红仔戏变甲愈有路。Et la seule critique que Maître Lee nous a donnée quand il a vu notre spectacle, c'est qu'il n'y avait pas assez de bagarre entre les personnages, que j'ai adapté à ces styles de marionnettes, à Gen, des bagarres taïwanaises.
菲律宾仔定定性格看戏，找找灵感，嘛加入侪技术性的表演方式。伊嘛表示，虽然因为时代和科技的变迁，民众对一寡艺术的关注慢慢的减少，不过透过公园的剧场和表演方式的创新甲有路化，到今仔来拢也有固定的观众。因认为这拢是维持法国红仔戏生命力的关键。记者卢尚如、林晓凯，法国巴黎报道。气象署表示讲，拜四冷气团的减弱，各地都会豆豆啊回温，也毋过早暗的温度嘛是搁差真济，会增差到10度。后礼拜搁有冷气团哦，所以提醒观众朋友都要注意天气的变化。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17度。中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1度；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1度；东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18度；华岛地区上低11度，上悬20度。咱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